现在是正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《六祖坛经》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。已经解说甲正文第18页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18页。对头仔顺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6节，就是解说甲真爱不关心，重心两强哦。即马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。下面就是欲义化他人，自私有方便，不能必有义，即是自性现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觅菩提，犹如求土角。正见明出世。邪见是世间，邪正真大曲，菩提成完然。此上是顿教，一名大法传。未闻经累劫，五积刹那间。即马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。在前面所讲的呢。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劝人爱好好来去修行，所以才讲世间人若是会当来发心来修道呢，一切真不妨。常常自己会当好来看到自己的过失，安尼呢？就甲佛道会当互相应，乃至最后呢，叫咱无论是爱着，无论是憎恶，这两种的心呢，拢袂使生。就是讲人甲人的中间，也无憎恨，也无讲对什么人特别的较亲爱。来当好将真爱之心来甲伊放下啦，安尼呢就会当好安然自在。中心两强的意思，就是讲将两只脚甲伊伸回长长，踮伫咧困，这是伫形容安然自在意思。一个人若是当好来。超越了世间的人我是非，当然啦，就会当好安心去修行啦。即马所来要来解说这段呢，到甲邪正真大曲菩提成完然对欲义化他人起，到甲菩提成完然三座呢，就是说明教化别人。就是讲要如何来去教化别人呢？六祖慧能大师伊的教法，甲咱世尊的教法呢，完全共款，就是先自修，然后呢，再来教他。假定讲咱自己都无修，咱是要怎样去教化别人呢？假定讲只有自己修。也无教化别人，安尼嘛是毋对啦。所以自利利他呢，两边必须要兼顾。欲义化他人，自私又方便。欲义化他人，就是讲有发心想要来教化别人，安尼叫做欲义化他人。自私又方便。讲自己需要呢有方便，
就是讲你若是要来教化别人啊，自己呢必须要有迄个方便才会使。什么叫做讲方便呢？这个方就是方法，便就是便利啦。较简单讲，就是讲便利于教化众生的方法，名叫做讲做方便。若个讲较白话的啊，就是讲用什么款的方法来教化众生，才会当好来达成教化众生的目的。那这呢，就是叫做讲做方便咯。欲以化他人，自是有方便啦。就是讲，你若想要来教化别人，那自己呢必须要有迄个方法，自己有方法，才有法度来教化众生。在《法华现赞》第3有安尼讲啦，讲思维可证越方呢，先道机宜越变。思维可证，所以叫做讲做思维可证呢，就是讲所实行的会当好作为众生要来修行的准则。这个叫做方啦，所以方就是方法咯。这个变呢，讲先道机宜，先道机宜就是讲真会晓来导合众生的根基，就是讲会当来随众生去来教化，这名叫做讲变啦。所以这个方便就是教化众生的方法。凡是你自己想要来去教化众生，必须呢有迄个教化众生的方法。教化众生的方法最重要就是讲，会当好契合着众生的根基来去甲教化，会当好了解倒一类众生是啥物款的根基，依着个别不同的根基来去实行教化。这呢就是方便。讲不能必有义即是自性现。不能必有义，就是讲毋通使对方有迄个义气。意思是讲，以方便显卡来去教化人，就必须使对方的人实实在在相信咱所讲的话。要教到迄个无义气的义地才会使，也就是打破学人的疑团啦。当然，你要教化，会当好将伊的疑气来甲伊打破，这应该就是最低限度要基础2种的条件。第一种条件就是讲，你有了解伊的根性。针对着伊的个性，针对着伊迄个无了解的所在啦，你有法度好来甲伊解说，互伊了解。第二就是讲，当你伫咧甲解说时阵，你本身确实你对这个道理有所了解，你还搁再有迄个表达的方法。假如讲你本身对这个道理虽然是有所了解，毋过你表达的方法不得当，无法度好充分表达出来，安尼呢，也无法度将对方的人的疑迄个心解去掉。教化众生目的呢，就是要启发众生的信心，因为咱佛法重在信，因为信再来去了解。有了解，再来去实行；有实行呢，再来证到高位。信解行证，这是咱学佛修行的前后次序。所以，咱要教化伊一定呢要打破了学人的疑团。凡是伊有所疑问的所在，会当好一言道破，就是讲在一句话就法度将伊的疑问的所在呢
甲伊打破了。讲即是自性现，讲假若啊，你若会当好将伊诶疑问来甲伊去掉，安尼呢，就是啊，使迄个学人诶自性会当好来显现。因为在这个所在所讲诶，这乃是啊，属于禅宗顿教诶道理，甲一般诶禅教法是有所不同啊，所以必须啊，将对方伊诶疑团打破，将伊诶疑团打破了，就法度来启发伊诶自性。使伊诶自性呢，会当好来启发了妙用。迄边讲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；离世觅菩提，犹如求土角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；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土角。这四句啊，会使你约浅的方面。甲约较深的方面来说明，但是约浅的方面来说明，因为在这个所在就是咧指教化众生之事咯。那你教化众生，要在什么所在教化？佛法在咱这个世间中，所以呢，就袂当好啊离开掉这个世间来去教化众生。假如讲离开这个世间去教化众生呢，就敢若像讲，迄个土啊无角，啊你要去找迄个土啊角共款，这是约浅的方面来说明。因为咱伫咧修行佛道，咱的最高的目标就是会当好成就佛果。佛果啊，就是究竟的果位。至高无上的高位，但如何才会当好来证得佛果呢？必须爱行菩萨道，菩萨道是因啦，佛果呢就是果。有行菩萨道的因，才会当得到佛的果。也行菩萨道变哪样行呢？就是爱度众生，爱利益众生。啊，众生是在什么所在？众生就是在世间，所以呢，必须在世间来教化众生。教化众生的功德圆满了，才会当好来成就佛道。假如讲你离开这个世间，你要来行菩萨道，当然是不可能。离开这个世间，要来成就佛道，更加不可能。就像讲。土啊无角，你要找迄个角共款，这咱可以提出真浅显的比例起来说明。咱要教化众生行菩萨道啊，提一个较浅显的比喻呢，就是等于一个慈悲济世迄个医生共款。也你做一个医生，要来救世。当然就是在这个人群中来救世咯。假如讲你这个医生，你要来救世，你走去山顶尾溜去，无人所在遐，你是要哪样去救世呢？根本山顶尾溜无人伫遐，你无法度救世，你无法度救世，结果呢也无法度好来显示出你的医德到底是偌高明。当然呢，你要来成就你的医德啊。这是不可能的代志，所以一个医生若是要发心救世，一定啊就爱深入社会，人愈侪所在愈好，尤其是呢贫穷的所在、困苦的所在、高病痛的所在，你在迄个所在来去救度众生，来去医治病人，安尼才会当好来积累。救世医德，咱行菩萨道教化众生也是共款，必须在迄个痛苦的人群中来去教化，
安尼才会当好来行菩萨道，来成就菩萨道。所以将这个意义讲起来啊，咱伫咧学佛修行的人，若是要来行菩萨道呢，一定啊爱入世，就是讲爱在这个社会人群中啦，来去行菩萨道。在社会人群中，你才有机会行菩萨道啦。你假如讲一个人走去山内底去修行，你要人去行菩萨道，绝对袂当行菩萨道。你无迄个机会，无迄个机会，你菩萨道无成啦。当然，你也无法度成就佛果。这是对面顶达摩祖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，教咱教化众生这方面说落来讲呢，应该就是这款的解释。但这个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教，这两句的意思啊，也就是讲，这个佛法是在什么所在？佛法啦，在这个世间中呢，处处啊都拢有佛法，无一个所在无佛法，因为真理是遍满在一切所在。既然是真理啊，遍满在一切所在呢，一切所在都拢是有佛法，无一个所在无佛法。所以呢，就啊，无离开这个世间呢，会当得到佛法的觉悟。也就是讲呢，无离开这个世间啊，会当回来体悟到真理。假如你离开这个世间，你要来求真理，这个菩提啊，当作都是真理，当作都是智慧。离开这个世间，要来求菩提，要来求真理呢，就敢像啊，要求迄个土啊角共款，你根本连求袂当着，因为咱这个世间呐，物转真呐，抽抽现成。苏东坡有伫咧讲：客生真是光中色，山色无非清净心。那这就是咧说明讲，世间的一切呢，拢都是真理。无论是在什么所在啊，这个真理呢是一种现成的。咱可以佫提出两个真正明显，互咱容易了解列起来说明。孔子有一天啊，徛在迄个桥仔顶的所在，看迄个沟仔水直咧流，直咧流。安怎讲呢？讲书者如是何，不暇天也。迄个水啊，直咧流，直咧去，拢无停。伊就悟着讲，咱这个时间的迁流啊，甲这共款，无分日时，无分暗时，一分一秒安尼直咧过。时间的流转啊，就是如此。孔子这呢，就是看到迄个沟仔水直咧流，来去体会到咱世间的无常。要拿呢，迄个沟仔水直咧流，是毋是佛法呢？就是佛法，就是看讲你会晓体会，袂晓体会意义啊。过一种就是讲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。春天的时阵，树啦、草啦，就爆叶啦、发芽啦，迄个叶啊呢就开出来了。到热天的时阵呢，迄个树叶真正茂盛。到秋天呢，迄个树仔叶、草叶已经黄了。到冬天呢，一寡树仔叶落甲拢无半滴啊，敢若剩一丛树仔伫遐。所以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，春天看到树叶的生长，秋天呢看到树叶的黄，冬天树叶的落，这呢嘛是一种世间无常的演变啦。将这个所在去了悟，那就是真理啊。所以你要了悟真理，要在什么所在了悟？就是在这个世间中去了悟。苏东坡居士所讲的“客生真是光中色”，大溪伫咧流迄个水的声呢，拢都是光中色。
就是佛说出来音声。山色无非清净身，就是讲迄个山里树啊，真正青翠的色啊，拢就是清净的法身。会晓在这个所在了悟，就是佛法啦。所以，若是当好了悟，处处都是佛法；若是未当好了悟呢，就是当面错过。这是个进一步较深的说明。假如讲你离开这个世间，要来求佛法，那就参像迄个土啊，要该找看有角无共款。土啊哪里有角呢？土啊是无角，土啊有两个耳啊，但是呢无角伫咧。在《楞严经》安尼讲啦，讲无即当以规模土角，讲无啦，就等于是旧的门土的角，旧嘛是无门啊，土嘛是无角。所以，这个旧门土角，这就是咧说明讲根本就无的物件。啊，你离开这个世间，要来求菩提道呢，求袂当着。就假常讲你土啊无角，你要去找角共款。所以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角，离世灭菩提，恰如求土角。这四句的字啊，咱应当甲念会熟。也时时刻刻呢，在迄个所在去甲伊体会。咱若是会晓体会，在好的环境中，也当体会出佛法来；在歹的环境中，咱会当体会佛法来。你面对着一个好的人，也当体会佛法；你去拄到一个歹人，你嘛当体会到佛法。无论是在什么所在。无论是在什么时阵啦，都拢会当回来体会佛法。若是未晓体会，当然就是当面错过。所以咱必须了解，在《密道经》内底有伫咧讲做水鸟风树皆应妙音，水伫咧流，鸟伫咧吼，风头树叶伫咧叮当声，拢都是咧演说微妙法。这有咱是爱要体会啦，就等于遮所讲，佛法是在世间啦，袂当好离开世间来去求着佛法。离开世间要来求佛法呢，就等于讲，你将迄个土啊，所要求迄个角共款。你看咱在这个世间，到秋天的时阵呢，咱讲做九降风，9月风一个来啊。树啊叶呢，互迄个风出来，甲直唰声音走出来。那咱讲啊，已经9月啦，已经秋天到啊。所以变成讲春夏秋冬四季迁流。那不论是春，或者是夏，或者是秋，或者是冬，春夏秋冬四季变化，在外面的自然的环境中呢，拢会当甲咱启示出来。哇，春天到了，又是夏天啦，又是秋天啦，又是冬天啦。安尼是毋是表示讲春夏秋冬四季不断变化，那就是时间的无常呢？当然，假如讲咱透过这个无常，会当好进一步来去了悟着不生不灭的真理，那这更加的客观的境界。所以，智者大师。伊教咱呢，在咱现实的世间中啊，来去观察佛法，一切法记住一切法，这个意义呢更加较深。但是呢，我咱是无离开六祖慧能大师所讲，佛法在世间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角，离世灭菩提，恰如求土角。最肯先听讲。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